喺土瓜灣13街一棟舊樓單位，阿秀喺呢度住咗超過65年，直到媽媽都過身，佢就開始獨居。隨住樓齡日增，單位日久失修，出現石屎剝落等結構老化問題。而婆婆年齡漸長，加上冇整理物品嘅習慣，物品散落一地，好容易被絆倒。呢啲都成為婆婆嘅家居安全隱患。學建關愛義務工作計劃升級再造家居活動嘅義工隊，希望幫婆婆長遠改善整體家居環境，讓獨居嘅婆婆都可以居家安老。最開始咧就係見到婆婆有呢啲調味料等等食嘅嘢擺喺一個低嘅櫃度啦，咁就覺得可能攞嘢就唔太方便，好似婆婆嘅鞋又冇地方擺喎，再加上可能出門前要做一啲回收分類嘅嘢。我想住得舒服啲，幫助我改建我生活環境。我又唔知擺乜嘢，左塞右塞咁樣，我都唔知點樣處住佢哋。義工決定因應婆婆嘅日常生活習慣同需要，為佢度身訂造升級再造儲物櫃，解決收納難題。呢個就係正面，成個正面咁樣，都好靚喎。product 咧，佢係分為幾部分嘅，有一個位俾佢擺佢嘅鞋嘅，仲有個地方係可以掛遮嘅。由掛遮嘅上面係會有個導視板俾佢釘一啲盾啊。嗰個櫃上半部分咧擺佢嘅藥箱，下半部分咧裏邊有回收袋啦。呢個由聖木升級再造而成嘅收納櫃，既方便婆婆收納及分類物品，又免卻佢擒高擒低攞嘢，減低跌倒風險。我哋就設計佢個櫃係啱啱好符合佢嘅身高嘅，以一個最舒適嘅一個高度攞佢嘅嘢會方便好多咯。我從來唔會諗到有一個呢啲咁嘅櫃嘅，真係 very good。計劃亦安排執屋義工教授佢善用新家具存放雜物，並推動佢建立整理家居嘅習慣，長遠令生活空間更整齊有序，減低發生家居意外嘅風險。我全靠你哋啲推動力先上去執，咁我而家嗰度咧好多空間啊，等我啲雜物歸容易攞咯。透過整理家居咧，減少屋企嘅雜物啦，或者係囤積物品嘅情況啦，有效係減低佢喺屋企棘親嘅機率啦。長遠嚟講咧，令到佢屋企咧都係一個安全同埋舒適可以居家安老嘅地方。經整理後，婆婆嘅家變得整齊闊落，但單靠新家具及整理空間，並不足以保障婆婆獨居生活嘅安全。事實上，婆婆家中就曾經發生過驚險意外。我起身入廚房做嘢，點解就個大嚿嘢一跌咗落嚟，呢度都凹咗落去啦？由市建局資助嘅樂滿安居家居安全改善計劃，夥拍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成嘅樓宇醫生及地區組織，免費為居住喺土瓜灣13街舊樓有需要長者處理樓宇失修問題。計劃團隊上門勘察婆婆嘅家居情況後，隨即安排維修人員修補天花剝落嘅批盪同廚房鬆脱嘅石屎，亦為佢修理好水龍頭、廁所水箱及更換廁所板，大大提升家居安全。幫晚好多啦，幫我成間屋執晒，我好開心，將我所有嗰啲爛嘅嘢同我做晒。透過2個計劃嘅協作，單位經過妥善維修保養，加上度身訂造嘅家具及家居整理指導，全面提升婆婆嘅居住環境，更延長單位嘅可使用年期，令佢能夠喺熟悉嘅地方居家安老。等我下半身我都舒舒服服啦。咁好多謝你哋關懷我哋啲舊區13街嘅人士，